對再婚人士嚟講，要再次相信一段關係，難免會顯得戰戰兢兢。呢一種不安，往往反映面臨轉變時嘅猶豫不決。各個成員需要以較快嘅速度協調適應，令到新家庭得以安定落嚟。再婚家庭組成後，就好似重新面對一場重大嘅家庭變奏。今集再婚再出發，家庭的變奏，會同大家分享，若果彼此都係再婚人士時，將會面對嘅處境，令到再婚家庭可以有更清晰嘅準備。再婚者可能將上一段婚姻所遺留嘅憤恨、眷戀或者未完成嘅事，不自覺咁樣投射喺現任嘅配偶身上，甚至將前配偶同現任配偶作出比較，會窒礙建立健康嘅婚姻關係，妨礙雙方建立親密互信。覺察個人於前段婚姻所受嘅創傷同埋學習係非常重要。大家可以同現任配偶坦誠分享，明白彼此嘅痛楚、障礙同埋需要額外支援嘅地方，可以有效減低前段婚姻嘅傷痛，並延伸至新嘅關係。現任配偶都會有一啲優點同埋獨特嘅地方，先會令自己欣賞同埋愛上。只要向現任配偶坦誠分享，尋求諒解，調節彼此嘅步伐，就可以建立更加美滿嘅關係。大家亦都可以同現任配偶一齊認識新嘅朋友，同埋建立共同興趣，有助建立更多支援網絡，給予對方情感支持同埋肯定。尋求專業輔導或者透過靈修、個人成長嘅幫助，處理上一段關係留下嚟嘅傷痛，重新認識同埋愛護自己，釋放心靈力量，讓你有積極嘅態度迎接新一段嘅關係，建立美好嘅婚姻關係。無論如何，同現時伴侶所擁有嘅關係都係珍貴、獨一無二，需要雙方努力經營，將愛注入彼此嘅生命，先至能夠栽種幸福嘅婚姻關係。如果你或者配偶喺重組家庭上面，希望得到諮詢或者支援，歡迎你致電28101225查詢本計劃服務。